政府官員啲思維咧，好多時咧真係好奇妙㗎。明明本來係好事，可以變成壞事；明明好簡單嘅問題咧，可以搞到好複雜㗎。好似外傭稅同埋慳電膽事件都係啦。嗱，最近喺新修訂嘅鼓勵就業交通津貼計劃咧，又忽然之間為同居關係咧開創咗個先例，將猶如夫婦關係嘅同居情侶咧視咗一個家庭單位咧，俾佢哋提出申請。有關嘅做法咧帶出咗一啲新嘅爭議同埋社會問題。第一，政府一向咧都唔承認同居人士咧屬於一個家庭㗎。此例一開，大家一定會問：咁同居人士可唔可以申請配偶嘅免稅額啦？用家庭名義申請綜援同埋公屋又得唔得呢？若果唔得嘅話，大家又會問啦：點解其他社會福利政策會出現一啲唔一致嘅一啲嘅情況呢？第二，審查兩個人咧係咪有穩定同埋持續嘅同居關係咧，行政費用好高㗎，係浪費公帑，亦都未能夠有效嘅咁樣運用資源咧去幫嗰啲有需要嘅人士。大家經常都會批評一啲輔助弱勢嗰啲團體咧，行政費用太高啦。不過如果由政府做咧，只會更高嘅啫。其實交通津貼最簡單嘅做法咧，就係直接咧去津貼所有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譬如鐵路啊、巴士啊、電車啊同埋渡輪嘅市民，降低每一程嘅車船費，根本就唔需要聘請任何人去做審查㗎。如果一定要審查嘅話咧，你應該用個人或者咧家庭作為單位，先係最容易咧去證明㗎。另外咧，有關咧嘅建議咧，更加會對婚姻同埋家庭咧帶嚟一啲不必要嘅衝擊㗎。香港係一個自由社會。如果你唔中意結婚嘅話咧，可以選擇同居。不過既然選擇同居嘅話咧，就唔應該享受咧任何支援啊或者鼓勵家庭制度為主嘅一啲嘅社會福利。一直以嚟咧，家庭咧都係用婚姻、血緣同埋領養關係作為基礎，而家庭嘅穩定咧係社會穩定嘅一個重要基石。政府唔應該咧喺未有任何社會嘅討論同埋共識嘅情況底下咧，就輕率咁推行咧任何咧抵觸呢一個政策嘅一啲嘅社會嘅新嘅措施。為本來已經紛亂嘅社會咧添煩添亂，有關官員咧一定要懸崖勒馬。電影同流行曲好中意將現代男女嘅性同埋愛咧描述成一場嘅遊戲，只要興之所至咧就可以為所欲為，而將倫理道德咧視為一啲不必要嘅枷鎖。亦都有啲鼓吹性解放嘅團體咧，將提醒年輕人要尊重性、愛同埋婚姻呢啲言論咧視為性壓抑，甚至係洪水猛獸。但現實就係咧，唔小心處理性同埋愛嘅關係咧，會對自己同埋其他人咧帶嚟深遠甚至係唔能夠磨滅嘅傷害㗎。喺情人節之前咧，唔少嘅報道都提醒我哋咧，不恰當嘅性行為咧所帶嚟嘅影響。譬如浸大社工系同埋明愛咧就研究咗12個童年嘅時候咧曾經受性侵犯嘅男性，發現咧男童被侵犯嘅時候咧，基於生理嘅結構咧，雖然感到痛苦，但係同時又會出現興奮。喺咁嘅心理影響底下咧，大部分受害人咧日後都會沉迷色欲，有人經常嫖妓啦，或者每日要求女朋友咧性行為2至3次啦。1/3嘅人咧成為同性戀者啦。有一個受害人咧甚至咧變成另一個侵犯人嘅人。而喺母親嘅抉擇所出版嘅新書《印記》裏邊咧，9個未婚懷孕嘅故事咧都令人觸目驚心㗎。當事人嘅遭遇咧絕對唔係一場遊戲。母親的抉擇咧就估計咧，本年度嘅求助數字咧將會突破舊年嘅紀錄，因為舊年4月到今年1月咧已經收到215個新嘅個案。1成嘅求助者咧喺網上認識男朋友，繼而發生性行為，跟住懷孕。超過4成嘅人咧求助嘅時候咧已經同男朋友分手，或者對方咧已經不知所蹤。結果絕對唔係電影所講得咁浪漫嘅。